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居明雲世。雪企喺度睇住窗外明亮嘅天光，我成日喺度諗時間嘅步伐真係從來都冇停過，一眨眼，我哋已經正式踩入咗九運嘅洪流之中。呢2年嚟，即係由2024年開始，直到依家2026年，我相信大家喺日常生活之中都已經多多少少感受到周圍磁場嘅劇烈變動。好多以前喺白運時期風光無限嘅實體產業、高樓大廈，依家好似都慢咗落嚟。而呢啲以前我哋睇唔到摸唔到嘅虛擬科技，仲有心靈調養嘅學問，反而好似雨後春升咁樣，以一種令人驚人嘅速度喺度蓬勃生長。呢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世運大轉彎。喺咁樣一個大轉彎嘅時代入面，我見過太多人喺迷惘之中徘徊。有人問我，李大師，點解我以前做生意順風順水，呢2年卻做咩都覺得有啲食力，甚至感到寸步難行？而有啲年輕人好似又唔使費好大勁，只係喺網上拍下片或者做一啲設計就可以輕鬆揸到財富嘅尾巴。呢個背後嘅根本原因，真係純粹因為運氣好壞咩？其實呢個唔係因為你唔夠努力，亦都唔係命運故意刁難你，而係因為宇宙嘅磁場規律發生咗根本性嘅轉移。呢股強大嘅力量喺易經入面被稱為九運離火，佢正帶住滾昂嘅能量降臨人間，喺芸芸眾生入面尋找緊嗰啲同佢磁場最契合嘅承載者。如果你依家都正企喺人生嘅十字路口，覺得困惑不解，咁跟住落嚟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可能就係你重新揾翻人生掌控權嘅一把鎖匙。但我必須先提醒你一件事，好多人以為九運嚟到，只要着多啲紅衫曬多啲太陽就可以發財。其實呢個係一種非常片面嘅誤解。真正嘅離火能量隱藏喺一啲極之微妙，甚至容易被你忽略嘅細節入面。譬如你屋企客廳嘅某個角落，如果擺錯咗一樣嘢，唔單止接唔到火運，反而容易招嚟無妄之災。呢個致命嘅小物件究竟係咩呢？我哋待陣間講到環境微調嘅時候，我會詳細咁指俾你聽，要整明白九運嘅奧秘。我哋首先要明白咩叫做離火。喺易經八卦入面，離代表火，佢亦都代表住光明美麗、虛擬、眼睛、心臟以及精神世界。回想一下我哋啱啱告別嘅白運，嗰個係由2004年到2023年整整20年嘅艮土運。艮代表土，代表高山，代表實實在在嘅物質、房地產同埋重工業。喺嗰個時期，邊個手上有土地有實體鋪面，邊個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嗰個係一個追求物質、講求腳踏實地嘅黃金時代。但係到咗依家，呢個土嘅時代已經鐵底過號。離火時代嘅落實，意味住成個人類社會正由物質追求大步跨入精神同埋科技嘅追求。火係冇具體形態嘅，佢係虛無嘅，但同時又係無比明亮。呢個就解釋咗點解近年嚟虛擬貨幣、人工智能、數字媒介會展現出爆發式嘅政績。呢股火嘅能量唔單止影響緊行業，佢仲深刻咁影響緊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靈。火嘅特性係出面睇落好光，入面卻係空嘅。呢個喺易經入面咧叫做離中虛。呢個離中虛嘅特徵非常之關鍵，佢暗示咗未來20年入面，雖然社會科技會高度發達，物質生活亦都極度便利，但係大家內心嘅焦慮感、空虛感以及精神上嘅內耗，亦都會隨之達到一個前所未有嘅頂峰。所以喺呢個時代入面，能夠提供心靈勒慰、精神價值、美學體驗同埋情緒價值嘅人，將會變得極之尊貴，甚至可以話佢哋手上揸住未來20年最值錢嘅無形資產。不過你千萬唔好以為呢種精神上嘅轉變係虛無縹緲嘅，佢其實同你嘅出生時間有住千絲萬縷嘅連結。譬如有一種特定月份出世嘅人，喺九運入面，如果唔識得幫自己嘅思維踩迫力，最容易喺神不知鬼不覺之中陷入一種連醫生都查唔出原因嘅慢性疲勞。呢個到底係邊個月份出世嘅朋友呢？我哋好快就會講到呢個八字密碼。依家我哋就嚟揭秘第一個核心維度呢，嗰個就係生肖。生肖作為我哋每個人一出世就自帶嘅地支符號。
佢喺歲運更替之中扮演緊前哨站嘅角色。喺12生肖入面，邊個最能借到呢股九運理火嘅東風呢？首先我哋不得不提嘅就係喺命理學入面被稱為三合火局嘅3個生肖，亦即係屬馬嘅朋友、屬虎嘅朋友以及屬狗嘅朋友。喺天干地支嘅規律入面，寅午戌三合火局，寅係木，午係火，戌係土，呢3個生肖聚埋一齊，或者當你嘅大運遇到佢哋嗰陣，就可以匯聚出一股極之強大嘅火之能量。對於屬馬嘅朋友嚟講，午本身就係強烈嘅火，喺九運入面，你哋會有一種如魚得水嘅感覺。內心嘅縱作渴望表達渴望會變得非常之強烈，好容易喺人群之中脫穎而出，成為嗰個發光發熱嘅焦點。而屬虎嘅朋友，寅木能生火，你哋會發現自己嘅思路變得無比清晰。以前嗰啲諗唔通做唔成嘅策劃，喺呢2年入面好似唔使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揾到突破口。屬狗嘅朋友就係戌土，戌係火嘅無父，但同時亦代表住收納同埋轉化。你哋喺九運入面，往往可以承接住嗰啲人哋唔要或者睇唔上眼嘅邊角料資源，亦並通過自己嘅智慧，將佢哋化腐朽為神奇，從而獲得意想不到嘅財富。不過呢3個生肖嘅朋友，亦都先唔好高興得太早。叫激火太旺嘅時候，最容易出現一個致命嘅問題，嗰個就係木多火塞，或者火旺水乾，亦即係話，如果你哋喺生活之中唔識得點樣去平衡呢股烈火，反而容易令到自己陷入脾氣暴躁、做事3分鐘熱度，甚至身體上火嘅窘境。特別係對於嗰啲喺特定時辰出世嘅屬馬人嚟講，呢股火如果燒得太猛，唔單止帶唔嚟財運，反而會將屋企嘅貴人運燒到清光。至於呢個到底係邊一個時辰，同埋應該點樣用一杯水嚟化解，呢度面大有學問。等陣間傾到八字細節嗰陣，我再慢慢剖析俾大家聽。除咗呢3個天生自帶火源嘅生肖之外，屬蛇嘅朋友喺九運入面都相當之亮眼。是代表火，雖然佢係陰火，但係佢心思細細好叻，隱忍同埋觀察。屬蛇嘅人喺未來呢段時間入面，最適合做幕後嘅策劃、深度嘅研究或者冷門嘅科技產業，往往可以喺不經意之間俾人驚喜。而對於屬兔屬豬嘅朋友嚟講，木能生火，水火既濟。只要你哋喺生活之中識得主動去行近一啲有正能量、有火屬性嘅朋友或者行業，同樣可以分到一杯羹。傾完生肖，我哋必須要往深處行一步。生肖話晒都只係佔咗我哋生辰八字嘅1/4，即係年支。真正決定你命局走勢、決定你呢20年富貴層次嘅，係你嘅八字日元，即係你出世嘅嗰一日。喺八字命理學入面，有幾個特定嘅天干符號，喺九運離火嘅烘烤之下，將會展現出極之驚人嘅爆發力。首先就係日元為丙火同埋丁火嘅朋友。丙火係太陽之火，大氣熱烈，光明磊落。如果你係丙火日元，喺接落嚟嘅20年入面，你會感覺到自己嘅社交圈子喺度迅速擴大，你嘅影響力、知名度亦都會隨之提升。你就像一粒移動緊嘅太陽，行到邊度都可以吸引人哋嘅目光。而相比於丙火，我個人喺九運入面其實更睇好丁火。丁火係燈燭之火，係星光，亦都係靈性之火。喺易經嘅顯象入面，丁火代表住電子科技、精神指引、文化傳承，以及嗰啲默默喺暗處發光嘅文明。丁火嘅人天生就有一種溫柔嘅自療力。喺九運呢個內心浮躁、精神內耗嚴重嘅時代，丁火日元嘅朋友極之容易成為各行各業嘅精神導師、心理諮詢師或者意見領袖。你哋溫暖而唔刺眼嘅光芒，正正係無數迷惘心靈最渴望嘅依靠。所以如果你係丁火人，請一定要珍惜自己身上嘅呢份天賦，多啲去分享你嘅思想，你嘅財富就會隨着你嘅善意源源不斷咁流向你。不過呢度有一個非常微妙嘅命理轉折點，好多人一聽聞自己係丙火或者丁火就沾沾自喜，卻忽略咗八字入面另一個至關重要嘅平衡力量。如果你橫財命局入面火已經多到連一滴
水都冇。咁呢個鋪天蓋地嘅九運離火，對你嚟講，非但唔係紅利，反而可能係一場災難。呢個就好似一隻已經裝滿咗乾草嘅木船，如果再遇到烈日暴曬，結果可想而知。咁樣點樣判斷自己嘅八字到底係需要火定係驚火呢？其實方法非常簡單，根本唔需要去背嗰啲複雜嘅公式，只要睇你嘅出世季節就得啦。呢個就引出咗我研究多年，亦都係最受大家歡迎嘅實用改運工具，嗰個就係臥命學。如果你係西曆11月8號到翌年2月18號出世嘅朋友，因為呢個時候正值寒冬，水氣極盛，你喺命理上就被稱為過火命，亦即係話你嘅生命基因入面天生就極之缺乏火嘅能量。喺過後嘅20年土運之中，你可能成日覺得自己好似喺迷路入面行路，體質容易偏寒，做事缺乏臨門一腳嘅熱情。但係依家九運呢股鋪天蓋地嘅火能量，對你嚟講，簡直就係上天總與你長達20年嘅超級大補藥。只要你喺稍微調整一下生活之中嘅一些小細節，你嘅運勢就會好似坐咗火箭咁樣感受到明顯嘅升溫。譬如你可以在家裏多用一啲紅色、紫色或者橙色系嘅物件，甚至喺着衫搭配上着多啲呢類顏色嘅衫。但係請記住呢，其中有一個最省力效果，亦都最直接嘅借火秘訣。佢同你嘅睡眠習慣有住不可分割嘅關係。絕大多數餓火嘅人喺每日朝早醒嚟嘅嗰一刻，其實都做錯咗一件事，搞到自己一整天嘅運勢由朝早開始就打咗個大折扣。呢個容易被忽略嘅晨間小動作到底係咩呢？我哋喺後面講到點樣借火運嗰陣，我會毫無保留咁教俾大家。除咗餓火命嘅朋友之外，日元為甲木同埋乙木嘅朋友喺九運之中，亦都同樣不能睇小木能生火，這意味住你嘅才華、你嘅努力喺九運之中極之容易得到回報。木人遇到火喺命理上叫做食傷泄壽，呢個代表住你嘅名氣，你嘅聲望會傳播得非常之遠。你寫嘅文章、你做嘅設計、你講嘅話，都好容易得到大眾嘅認同。呢個係一個靠智慧同埋名氣變現嘅絕佳時期。當我哋將目光由個人嘅生肖同埋八字上收翻嚟，投向社會嘅大舞台嗰陣，你會發現行業嘅興衰更替，同樣喺度精準咁印證住離火卦嘅規律。喺未來呢段時間入面，到底邊啲職業會企喺財富嘅風口上呢？首先，自然係嗰啲同光電、虛擬、科技緊密相連嘅從業者。離火代表睇唔到、摸唔到，卻能傳遞能量同埋信息嘅介質。所以人工智能、自媒體、網絡直播、虛擬現實、新能源、量子力學等行業會迎嚟一波接一波嘅黃金發展期。呢個唔係短暫嘅泡沫，而係未來20年成個社會運行嘅基礎底層。跟住就係我哋前面提到嘅心靈同埋文化傳播者。離卦代表心靈，代表精神。喺八運物質極度發達之後，大家嘅精神需求達到咗頂峰，心理諮詢、玄學呢修、正信、宗教、文化出版、藝術教育等能夠療演現代人焦慮心靈嘅行業，正在成為一個巨大而且溫暖嘅避風港。如果你依家從事緊呢啲行業，或者你打算向呢啲方向發展，咁你無疑已經踩咗喺時代最溫柔亦都最持久嘅紅利期之上。同時離卦仲代表住美麗外表同埋眼睛。所以美容醫美、服裝設計、攝影、包裝美化等一切可以令呢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嘅行業，財運都會非常之旺盛。大家會越嚟越願意為咗攞越嘅自己，為咗視覺上嘅美感而俾錢。呢度面其實隱藏住一個非常有意思嘅商業邏輯。九運嘅美唔再係過去嗰種千篇一律、毫無個性嘅美，而係帶有強烈獨特性同埋精神共鳴嘅美。如果你可以將你嘅產品或者服務包裝得既有視覺衝擊力，又有深厚嘅文化內涵，咁你嘅客仔就會對你產生極高嘅黏性。講到呢度，我哋不能不提到離卦喺人物關係上嘅代表。喺易經卦象入面，離卦代表中女，亦即係30歲到55歲之間嘅女性，這意味住喺九運入面，
女性嘅智慧、魂性同埋獨特魅力將會得到最大程度嘅釋放。無論係喺政界、商界定係各大企業嘅高管階層，我哋都會睇到大量優秀嘅中年女性崛起。所有圍繞咗女性消費、女性自我提升、女性身心健康嘅產業，都將會迎嚟前所未有嘅蓬勃發展。呢個就係俗稱嘅她經濟。但係對於好多女性朋友嚟講，雖然時代嘅紅利就在眼前，但係呢股強烈嘅火能量同樣亦都係一把雙刃劍，火能照亮前路。但係如果控制得唔好分寸，佢都可以燒毀我哋嘅家庭同埋健康。好多喺職場上風光無限嘅女強人，返到屋企卻成日覺得攰到不得了，同家人嘅關係亦都日漸緊張。呢個其實係因為佢哋喺無意之中將工作之中嘅烈火帶返去需要溫柔呵護嘅家庭港灣咁樣。女性朋友應該點樣喺呢20年入面做到事業同埋家庭嘅完美平衡，既可以賺到錢，又可以收骨穩穩嘅幸福呢？呢度面有一個收埋喺廚房入面嘅風水小秘密，我相信好多主婦至今都仲未知道。而呢個秘密可以幫你牢牢鎖住屋企嘅財富同埋和銀。依家我哋就嚟傾下，作為普通人，如果你嘅生肖冇上榜，八字亦都唔係丙丁火，甚至你依家嘅職業亦都同高科技或者心靈產業唔搭界，難道你就只能夠眼睺棍咁睇住人哋乘風破浪，而自己只能夠喺原地踏步咩？當然唔係，我成日講風水命理唔係為咗等我哋去認命，而係為咗等我哋學識點樣去借勢。風水就係環境嘅調校器，只要你識得喺日常生活中通過一啲簡單生活化嘅微調，你一樣可以將呢股九運嘅離火能量引到你自身嘅生活磁場入面。首先就係我頭先提到過嘅，每個人每日朝早醒嚟嘅嗰一刻，千萬唔好做嘅一件事。對於過火命嘅朋友，或者想喺九運中提升自己運勢嘅人嚟講，朝早醒嚟第一件事，絕對唔好即刻喺黑暗之中揾手機，因為手機屏幕發出嘅藍光雖然屬火，但係嗰種係一種寒涼消耗性嘅虛火，容易奪走你一日嘅精氣神。最正確嘅做法係醒咗之後立刻拉開窗簾，等清晨嘅第一發陽光照入你嘅房，或者立刻將床頭嗰陣溫暖嘅橙黃色燈光點亮。呢個喺風水上叫做接神光，可以瞬間冚醒你體內嘅火運磁場嘅，等你一整日都神采奕奕。除咗呢個晨間嘅小習慣之外，喺環境微調上，我哋仲有一項非常重要，每個人攞出嚟就可以用嘅方法，嗰個就係開眼運。喺五官之中，眼睛對應嘅就係離火。喺九運呢20年入面，保護好你嘅雙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你可以觀察一下身邊嗰啲運勢好嘅人，佢哋嘅眼神往往都係清澈明亮有神嘅。如果你嘅眼睛成日乾至疲倦，甚至布滿紅絲，呢個其實就係你體內嘅火運受咗，或者火毒攻心嘅表現。所以我建議大家每日袋入面最好準備一樽溫和嘅眼藥水，覺得攰嗰陣就滴一滴，保持眼部嘅濕潤。經常要對住電腦工作嘅朋友，可以隨身佩戴一副防藍光嘅眼鏡。平時食多啲富含胡蘿蔔素對眼睛有益嘅食物。更重要嘅係喺瞓覺之前唔好瞓，喺黑暗之中玩手機，嗰個係喺極度消耗緊你嘅眼運，亦即係喺親手切斷你接引九運財富嘅管道。眼睛有神，你嘅九運磁場就已經成功開啟咗一半。接落嚟，我哋將目光投向我哋嘅居住空間。喺家居風水入面，有一個方位喺未來嘅20年入面，將會直接決定你全家人嘅名氣、財運同埋貴人運。嗰個就係正南方，因為喺後天八卦入面，正南方正正係離卦嘅本位。不論你嘅屋宇朝向係點，你都必須要將屋企嘅正南方位當作未來20年最重要嘅風水陣地嚟守護。大家可以依家就起身去睇睇你屋企客廳或者房嘅正南方。如果嗰個地方依家堆滿咗雜物，或者有垃圾桶、破爛嘅鞋，甚至有漏水嘅水喉，咁請你立刻動手，將嗰啲唔乾淨多餘嘅嘢清理乾淨。因為喺九運入面，
正南方最避忌污糟邋遢同埋潮濕，一旦呢個方位被污落之氣籠罩，唔單止屋企嘅中年女性容易身體抱恙，全家人嘅善意運都容易遭遇莫名其妙嘅阻礙。清理乾淨之後，我哋應該點樣喺呢個方位借火運呢？非常簡單，你唔需要去買咩昂貴嘅風水擺設，你只需要喺正南方擺放一盞暖光嘅落地燈或者一盞小位燈。每日夜晚將呢盞燈點亮幾個鐘，用溫暖嘅光芒去激活南方嘅磁場。如果你中意植物，亦都可以喺正南方擺放幾盆葉片寬大嘅綠色植物，譬如富貴竹、發財樹。因為木能生火，綠色植物喺南方生長茂盛，可以極大地增強屋企嘅生命力同埋火運呢。但係切記千萬唔好喺呢個方位擺放仙人掌等帶刺嘅植物，咁樣容易招嚟口舌是非。講到呢度，我想起頭先同大家留低嘅嗰個念念，關於嗰個收埋喺廚房入面，好多女性朋友都唔知道嘅風水小秘密。廚房喺五行之中本來就屬火。因為嗰度係我哋生火煮飯嘅地方，但係喺廚房入面有一個地方卻代表住極強嘅水氣，嗰個就係洗碗盤。喺九運入面，水火既濟係最好嘅狀態。日後如果水火相沖，就會帶嚟無休止嘅爭執同埋財富嘅流失。好多家庭喺裝修嗰陣，為咗慳空間，將灶頭同埋洗碗盤設計到緊緊相連，或者啱啱好面對面。呢個喺風水上叫做水火相捨。喺九運入面，呢種格局最容易激發火嘅燥烈之氣，搞到女主人脾氣暴躁、乳腺或者心臟出現問題。屋企嘅錢財亦都成日莫名其妙咁花光。化解嘅方法其實好簡單，你只需要喺洗碗盤同埋灶頭之間擺放一小盆綠色嘅植物，或者喺兩者之間放一塊綠色嘅廚房，利用木介乎水火之間，水生木，木生火嘅原理，相沖嘅能量轉化為相生嘅循環。呢個細細嘅改動，往往可以等一個家庭嘅氛圍瞬間變得溫馨和諧起身。除咗家居環境嘅調整，我哋更加唔可以忽視心靈嘅自我修行。我成日講，心係萬法之源。九運係火嘅時代，火動則生風，風大則火烈。喺呢個快速變化、信息爆炸嘅時代，我哋每日都會接收到無數嘅垃圾信息，呢個會令到我哋嘅內心變得無比燥熱焦慮。如果你任由呢股焦慮喺心頭燃燒，咁你就會好似飛蛾扮火咁樣，做出好多衝動錯誤嘅決定。所以我建議大家每日不論幾忙，都要幫自己留翻10分鐘嘅安靜時間。喺呢10分鐘入面，將手機調到靜音，放喺第二間房，你可以安靜咁坐喺度，或者合埋眼做幾次深長緩慢嘅呼吸。你亦都可以聽下空靈嘅輕音樂，或者喺心入面默等一啲令你覺得平靜嘅字句。呢個喺密宗嘅修行入面叫做調息同埋安神。當你嘅心靜落嚟嗰陣呢，你體內嗰股狂躁嘅火就會轉化為溫柔明亮嘅光智慧。心靜則火溫，心亂則火燥。只有當你內心平靜如水嗰陣，你先可以喺紛繁複雜嘅世界之中睇清未來嘅方向，揸住真正屬於你嘅機會。不知不覺同大家傾咗咁多，回顧我哋今日講嘅內容，由世運嘅大轉彎，到離火嘅底層邏輯，再到生肖八字行業嘅對照，以及我哋每個人都可以拿嚟就用嘅生活化改運方法。呢一切其實都喺度向我哋昭示住一個酷數嘅真理。世運雖然喺度變，規律雖然喺度轉，但宇宙嘅慈悲從來都冇改變。佢俾咗我哋20年嘅時間去放慢物質追求嘅步伐，去真正咁關照我哋自己嘅心靈，去學習點樣同他人同自然和諧共處。九運離火，佢既係一次巨大嘅考驗，亦都係一次極佳嘅自我重塑機會。不論你依家處於人生嘅邊一個階段，不論你嘅生肖八字有冇踩中所謂嘅時代紅利，都請你唔好氣紅，亦都唔好焦慮，因為真正嘅福報從來都唔係等返嚟嘅，而係通過我哋嘅心念，我哋嘅善行，一步一步吸引過嚟。只要你心存正念，用積極溫和包容嘅心態去面對生活之中嘅每一次變化，你就係嗰個最契合九運磁場嘅人。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
非常感謝大家嘅耐心聆聽，大家可以在評論區寫低你自己嘅生肖或者出世嘅月份，等我哋一齊嚟睇睇有幾多同頻嘅朋友正在呢條路上並肩前行。我亦都會抽時間喺留言入面隨機幫大家解答一啲關於生活風水同埋改運嘅疑惑。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歡迎大家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支持正信，廣結善緣。祝願大家喺接落嚟嘅蛇年入面身體健康、事業順遂、家宅平安、六時吉祥。我哋下期再見。